大家好，歡迎收睇熱點專題，一齊深入探討澳洲同國際焦點議題，帶你睇清新聞背後。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啦。上星期，相信好多住喺澳洲嘅人都做咗同一件事，就係填 census。幾多歲，做咩工作，屋企住幾多人，平時講咩語言，宗教組織，間屋係租定係賣等等。填嗰陣可能都會諗，點解政府要問咁多嘢？填完交咗，件事好似就完咗。但其實對澳洲嚟講，真正嘅工作而家先開始。因為當全澳幾百萬個家庭嘅答案擺埋一齊嘅時候，呈現出嚟嘅就唔再只係你或者我嘅個人情況，而係一幅澳洲社會嘅人口地圖。邊啲地區多咗人？屋企講緊啲咩語言？我哋係咪越嚟越老？家庭係咪越嚟越細？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好多今日澳洲面對緊嘅問題。住房、人口老化、多元文化服務，甚至係政治選區嘅改變，其實過去幾十年嘅 census 一早已經留低咗線索。所以我哋啱啱填完嘅表面上只係一份問卷，但將一代又一代嘅 census 擺埋一齊睇嘅時候，記錄緊嘅其實係澳洲呢個國家一路點樣變成今日嘅樣。澳洲人口統計嘅歷史其實比1901年澳洲聯邦成立更加早。喺19世紀，各個殖民地已經有人口統計，去到1911年就舉行咗第一次全國性人口普查。嗰陣當然冇網上填表啦，統計員就要騎馬、坐馬車，甚至係徒步去一啲偏遠地區收集資料，最後再用人手整理。但係 census 從來都唔只係一件行政嘅工作，因為佢會決定咗一個國家入面邊啲人會被統計，以至佢點樣理解自己。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澳洲原住民。喺澳洲聯邦成立嘅時候，澳洲憲法第127條就規定，計算澳洲人口時，原住民係唔計入人口總數。雖然部分嘅原住民都曾經喺 census 入面被記錄，但係就冇正式咁樣納入聯邦人口嘅統計結果。直到1967年公投，超過90%嘅選民支持修改憲法，相關嘅條文先被刪除。到1971年嘅 census 就成為咗第一個將原住民同埋托雷斯海峽島民全面納入官方人口統計結果嘅人口普查。所以 census 背後其實一直都有一條好重要嘅問題，就係究竟邊啲人可以被國家看見，邊啲會計算在內。如果將1986年同埋2021年嘅 census 擺埋一齊睇嘅時候，個分別就非常之明顯。喺1986年，澳洲大約有1600萬人。而到2021年已經超過咗2500萬人，但真正值得睇嘅唔止係人口多咗，而係呢啲澳洲人究竟喺邊度嚟？其實澳洲一直都係一個移民社會，19世紀有大量嘅英國同埋愛爾蘭定居者，淘金熱年代就吸引咗中國、德國同埋其他地方嘅移民。二戰之後，澳洲人口不足800萬，政府擔心勞動力不足同埋國防能力，於是就推動著名嘅增加人口否則衰亡嘅政策。簡單啲嚟講，就係要透過增加人口嚟支持國家發展。當時主要吸納嘅仍然係歐洲移民。真正嘅大轉變就要去到1970年代，白澳政策逐步廢除之後，越戰後嘅難民安置、技術移民制度嘅發展，再加埋國際學生同埋全球人才流動，令到亞洲移民越嚟越多。去到2021年，印度出生人口已經超過91萬，中國出生嘅人口就接近79萬，菲律賓、尼泊爾、越南等嘅亞洲社群亦都持續增長。2021年嘅 census 顯示，接近30%嘅澳洲居民係喺海外出生。如果連父母嘅出生地都計，就超過一半嘅澳洲人至少有一位父母係喺海外出世。所以今日澳洲成日講嘅多元文化，其實唔止一個理念，而係幾十年嘅人口流動，一步一步咁樣形成出嚟嘅社會現實。呢度就帶咗一個新移民可能會成日接觸到，但係未必有特別諗過嘅問題，就係點解去到醫院可以要求翻譯？點解政府會有多語言資訊？又點解 census 要問你喺屋企講咩語言呢？2021年嘅 census 就顯示，除咗英文之外，澳洲最常使用嘅家庭語言就包括普通話、阿拉伯話、越南話、廣東話同埋旁遮普話。依類嘅資料可以幫政府同埋社區機構了解邊啲地方需要更加多嘅翻譯同埋傳譯服務、成人英語課程、社區語言教育，以至係多元文化支援。對於華人、印度人、越南人等快速增長嘅社區嚟講，census 嘅意義唔只係呢區多咗好多人，而係提供證據俾政府知人口架構已經變咗，公共服務亦都需要跟住變化。
不過有一點好重要，就係 Census 唔會直接說明要增加一間醫院，開多幾多班英文班，佢提供嘅只係證據，點樣去理解同埋回應呢啲證據就係另一回事。呢個亦都係回顧過去 Census 最值得思考嘅地方，因為有啲今日我哋覺得突然變得好嚴重嘅問題，其實並唔係突然之間出現，喺 Census 入面其實一早已經有先兆，例如住房問題。今日我哋一講起住房危機，大家自然會討論人口增長、移民、建屋速度、利率等等嘅問題。但其實 Census 仲揭示咗一個比較少人留意嘅架構性轉變，就係澳洲家庭越嚟越細。喺1986年嘅時候，一個家庭平均大概有3個人，但係到2021年就大約只有2.5人。背後有好多人口同埋生活模式嘅變化，包括更加多人獨居、遲婚、不婚，甚至係人口老化。咁點解家庭變細會影響住房呢？好簡單，即使係人口增長嘅速度完全一樣，如果以前6個人係住2間屋，而家6個人就需要3間屋，住宅需求本身已經增加咗。所以住房需求增加唔能夠只係用人口多咗去理解，我哋點樣生活其實都改變咗本身嘅住房需求。人口老化亦都係另外一個例子。澳洲成日將人口老化講成係一個未來挑戰，其實由1980年代開始 Census 已經一路顯示長者比例持續上升，去到2021年65歲以上嘅人口已經接近咗全澳人口1/6。換句話嚟講，人口老化並唔係突然之間出現嘅問題，數據一路都喺度。真正值得問嘅反而係，當一個趨勢已經出現咗幾十年，我哋嘅住房、醫療、養老同埋基建方針有冇一齊變化呢？講到呢度，亦都唔可以將 Census 講到好似萬能咁樣，因為數據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限制，佢可以話俾我哋知有幾多人住喺邊、幾多歲、講咩語言、租樓定買樓，但有一個問題佢通常都答唔到嘅就係點解。Census 可以見到出生率下降，但唔可以單靠一份 Census 去解釋點解年輕人遲婚或者唔生小朋友。佢可以見到更加多人租樓，但佢唔可以完整咁樣呈現一個家庭係咪因為租金太高而被迫不斷咁搬屋。佢可以記錄一個人失業，但一個數字唔會呈現失業對佢嘅家庭、精神健康同埋生活質素帶嚟有幾大嘅影響。所以雖然可以將 Census 理解成一張非常之精細嘅地圖，可以畫出澳洲發生緊啲咩嘅變化，但係佢唔係一本可以話俾政府知應該點做嘅說明書。而今年嘅 Census 亦都加入咗一啲新嘅變化，包括首次正式加入有關性傾向同埋更完整性別資料嘅統計問題。組織方面亦都由過去最多填2項，增加到最多4項。點解 Census 連問題本身都會變呢？某程度上，因為澳洲社會本身都變得更加複雜。一個人可以喺香港出世，父母有唔同嘅背景，伴侶嚟自另一個文化，而下一代就喺澳洲出生。以前一句你係邊度人好似好容易答，但今日答案可能唔止係一個。而我哋上星期填完嘅2026 Census， 接落嚟嘅價值就係當數據逐步整理同埋公佈之後，我哋會更加清晰咁見到疫情之後嘅澳洲究竟變成點。所以返去一開始，我哋上星期填嘅表面上只係一份問卷，但如果將2026年呢一份同1986年、2001年、2021年甚至係更早嘅 Census 放埋一齊睇嘅時候，我哋見到嘅其實係一個國家一路嘅變化軌跡，由邊一個被計算到澳洲人嚟自邊一度，由家庭變細到人口老化，由一個以歐洲背景人口為主嘅社會，慢慢變成今日高度多元嘅澳洲。Census 可以話俾我哋知澳洲已經變成點，但真正重要嘅問題可能係，但當數據話俾我哋知澳洲已經變咗，我哋嘅政策、制度、社會有冇跟住一齊變呢？因為 Census 可以畫出今日澳洲嘅樣，至於下一個澳洲會變成點，就要睇我哋點樣去回應呢一張圖。多謝大家收睇熱點專題。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記得訂閱同聲同路人。我哋下次再見。